肥彪，今日我哋要玩砌句子遊戲啊。係啊，不過唔係亂砌，係要將啲詞語排反啱先得㗎。即係好似砌積木咁，要砌得啱先企得穩。你都幾醒目喎，就係呢個意思。重組句子有3個秘訣，你記住啦。好啊，我要記低晒。第一，先揾時間詞放句首，好似早上、放學後咁。明白，時間要擺頭先。第二，跟住揾邊個做主角，即係人物嘅名，即係話要知道邊個做緊嘢。第三，最後睇先同再，跟住事情發生嘅次序排。哦，要留意邊樣做先，邊樣做後。好，第一題嚟啦。請把下列詞語重新排列成通順句子。先準備課本斜線上課前斜線小文斜線，再聽老師講解。我要諗下邊個擺頭先。3、2、1，快啲話我知答案啊！答案係上課前小文先準備課本，再聽老師講解。點解係呢個答案啊，肥彪？上課前係時間，要擺頭先，跟住小文係主角，做緊嘢嘅人，然後佢先準備課本，之後再聽老師講解，跟住次序嚟排就啱晒。我明啦。第二題嚟啦。請把下列詞語重新排列成通順句子。再排隊回家斜線，妹妹斜線先收拾書包斜線放學後。呢題都係要揾時間同人物。3、2、1，我估到啦，快啲公布。答案係放學後妹妹先收拾書包，再排隊回家。點解係呢個答案啊，肥彪？放學後係時間，擺最前。妹妹係主角，跟住落嚟，佢要先收拾書包，收拾好先可以再排隊回家，次序好重要㗎。我明啦。第三題啦。請把下列詞語重新排列成通順句子。早上斜線先洗手斜線，哥哥斜線，再吃早餐。呢題好似好簡單喎。3、2、1，我應該識啦。答案係早上哥哥先洗手再吃早餐。點解係呢個答案啊，肥彪？早上係時間，擺句首。哥哥係主角，做緊嘢嘅人。食嘢之前要先洗手，洗完手先再吃早餐。呢個係衛生習慣嚟㗎。我明啦。第四題嚟啦。請把下列詞語重新排列成通順句子。再回座位閱讀斜線小美斜線先擦乾淨桌面斜線午飯後。呢題詞語多咗少少喎。3、2、1，應該排好啦。答案係午飯後小美先擦乾淨桌面，再回座位閱讀。點解係呢個答案啊，肥彪？午飯後係時間，擺最前。小美係主角，做緊嘢嘅人。佢要先擦乾淨桌面，抹完台先可以再回座位閱讀，咁先舒服啲睇書。我明啦。最後一題啦。請把下列詞語重新排列成通順句子。再和同學做壁報斜線星期六早上斜線班長斜線先整理圖書。呢題最長啦，我要小心啲。3、2、1，最後一題嘅答案係咩啊？答案係星期六早上班長先整理圖書，再和同學做壁報。點解係呢個答案啊，肥彪？星期六早上係時間，要擺句首。班長係主角，做緊嘢嘅人。
佢要先整理圖書，整理好先可以再和同學做壁報，一樣一樣嚟做先做得晒。我明啦。今日你學識咗重組句子嘅方法，記住3個步驟：時間、人物、次序。記住啦。多謝肥彪，下次見。下次見，繼續努力。